听技能落手真实，狗养领子们啊，确实欲望。那么下站公平，理想四句诗，领子们的名字呢按上理想，欲望当然归着释放了，将老中国送到俺们去。那么烧鸡狗定人，不简单的讲清爽，我们个女婿们领子呢还是比当的。一来首饰昆山只有杨定镇啊，但是九百出身，我还来不及调查了。如果九百出身呢，胸无底没了，等了给他中国啊，也还老百姓。公批下的数据并不深，比较浅。如果呢想不出呢，啊，说明呢不自家中国。作为一个桩事体呢，还要努力出头的。另外呢，讲清爽人之问啊，恐怕传出去啊，影响不大好，所以比较个人土道。老中国狗德，脑子东家公批，匆匆忙忙出人相府，却只为对受到昆山有外门。个老中国呢，等于个经常对外出人。一般当场在宿舍里，来的笑嘻嘻打上来，小兄弟，门拉你可相互中国，人有汉，大家都里美一了。哎呀，来宝爸，兄弟，那现在有空大家到里来追追呀。有啥个空呢？奉东人之命，北访你家老爷。哦，来看你怎么来呀？是啊。怎么呢？稍微收拾下。好。我马上去通禀。好。带你下户厅，哥哥兵，怎么来呀？给2年，心事重重，谁为领资本装物资啊？有个不得了，兵部府。马军的亚兵部娘舅再像皇帝国王一样，我小小芝麻老头过吃得消，关张要白杀领资本。但这个实心人切干不失了。那么你拿人家同理呢？税购1000两银子啊，办人领资本批购的为举起公众一万得了银子啊，我要提拔我四品王堂了，心里豁豁出。但这个实心人警告我，啥加啥几日办领资本嘛，几日上头要去告我。马上要不安慰我让你去告，他比上你身高头，各种关于的胆小，所以要怕赢了猜的，猜出我快比心说白，真的急杀人。唉，看上去只好冒冒风险办一起，那东南军听见报，干什么？怎么呀？啊？相府派人来。讲错了。兵部府派人来的，也来猜的，对不对？说错了，兵部府来人对不对啊？不对管，相府里像个中国来爸爸，不相符。哎，我认得管。新阿当，到昆山来中国出卖的啊！一面兵部府，一面为丞相府嘞，公堂是高老为向了昆山。为丞相府还有人民物资发生的，哪能够死得人公的？一桩结婚解决了，这个面孔那个肉得对，故乡。哎，太师爷吩咐来人了。哎，是呀。不得了。那么你知道有什么事呢？那么我现在总归有事情了，中府现在空来忙忙你嘞。出我面头，丞相来忙忙我总不了。对，这个有请啊！花厅相见。干嘛我知道？这停对了，我还要说话嘞。这怎么样？你讲的啥子呀？不相符不得了啊！老中官老人家到，对过。太师爷的新夫人。是呀。殷勤招待。当然。啊，这个不能得罪。怎么也不平忙，不可哪会去得罪你呢？就是说你要怕磨皮。刚出吧，像哪位？注意了。啊，是的。啊，
那中国都听进来，只有过那个滴水的人才，实在那用不着。真的，我们共享回来嘛，我中国第二的人，你古在的想着有志之民之父母，可里十分应景。这位总管老人家，本县昆山县，我叫杨定珍，恭候兰溪。他这个志向有礼，大老爷，老奴到此，后老爷相迎，这杀老奴了。哪里？天天到底下收听送说，只有到比你们这里不文化。那么啥事嘛要我客气，这地关举动呢要来起来，向神像请安。这个想必我们谭师爷老人家这个佛体康泰，门大东家也来起来回答，相宜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三位夫人月体康泰，也要来起来了。最谋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京城的三位少爷身体康健，你那零零散散嘞，倒已经不难为。何大平哎，好，请坐。这个老人家请到这里来，真是非常高兴。老人家来这个。一句客气话忘记脱，心情我这个奶奶嘛真是蓬荜生辉，想讲个句的，牛句想不成，那么到农家。这个老人家来也真是我这个墙上多了一点灰。老中国你句不成个句。那我来么的乡地方都得坏出来，都太拉屎出来的，莫名其妙。大老爷，你讲述什么啊？这个我就是这个客气的说法。那请问这个老人家也有什么公事吧？等下没啥都费，公批拿出来，沈祥明老老送来公批一次。都只为我家的故意，在你衙门之中，吃了有缺的官司啊！这么真心讲。第三个手部之国拿去啊，拿到尼泊庄国为止，还是固定人的女婿还轮到我衙门吃冤枉官司的，我不要死的，米三两样，怎么有这种事？哎呀，真是我这该完事了。这个请问孤言关心大名，这个本县人立刻设法。一下个中国了，作为做清官的，听见公国了，律师马上设法，人家问心啥叫啥犯第啥个噻？你做新的犯法呢？犯法。大老爷，哪有立即释放之理？亦要从中调查仔细，出入欲望，才能释放。亦须为了小后立法，哪有立即释放之理呀？那说呀说干，对，说得对。那我这样想的，我想有太师爷的教导，相府的姑爷不会犯罪的，不可能犯罪的，那是我们犯罪。这个请问关心大名，明日嘛呢，在那公批之中，西居之内。请了一相差，各不家来领导一下。3个之内要有消息来，真相再三叮嘱，如果确实犯罪，以正大明国法，就不能行事作弊。喳，那么老的告我退了。一方面送客，送过去，那么杨定真接上。公定人公批4句诗，各家名字上下，你哪弄得懂？你在哪里笑吗？真些，本县看见你在笑。真羡慕你的人来了，把比相思过。
你就是取笑我啊，这看不懂。我懂了呀，你要是懂了啥个，我不哪个写你呢？是问题，这个问题呀。你晓得意思我懂了，不过你能够笑，就说明你还看得懂。那就是说我老爷还不如你了。这个意思个，没有关系嘛，你念出来能够讲清楚嘛。我不怪你，还要重重有赏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我不是这个呀。混蛋！是的。不是事，好到这里当差吗？根本比人家不是是一种来要的。放屁！对。气王不拉倒。哎呀，懂了呀，你顶两个不用让的呀，跟我不是事了，你别来自有啥用啊的？你个不喊我们，跟你不去顶两里，顶两个，哎呀，谢我。什么？衙门之中还有博古通今的人？是呀，喊我们嘛。那个是呀，为林子文的事体等我人想我过的，我并不服投资长不理莫得了，两家的判价不理睬。哎，为了这林子文的事，他跟我争吵了，跟你才羡慕呢，不理不睬了。我老把别听下来，就是嘛，根本晓得理解。我知道是你妈也当先当的，俺是这羡慕没来也过去。只有人家抽手的，我们来去听。那么你一定要举荐厉害呀，非这公家3月地方放弃，那他是对来寻找那个数字万，路上之万。没办法，我们明白，在他们的狗正骨不低头呢，就叫你找客气。好吧，那么本县就有请。啊，根本我们来去听啊。好。在里向18给你们看见师爷了还吃肉，先洗洗张面孔。这个师爷，来要了那不听，与夜日相亲。为林子们抓屋子绍兴人这么气愤，说得关照呢，希望呢做个亲姑啊，偏偏偷装，偷不是，心里想跟着，哎，那既是说林子们办么个经济上的去搞呢？这现在有事相说，老爷有事相说。是呀是呀。阿位杨林生听了话，我不白林子们的阿位说见的。那顾相府派个来中部来，送一张贡品。哎，就啥是相府狗咬了，让你妈们里下去有话故事。哎。故乡呀个女婿啊，是呀，到杭头吃冤枉官司，为了给了人家吃冤枉官司呀。先听啥？那个老爷抽上来，抽上了也哭出来怕噻。那么姑爷姓啥叫啥？姓啥叫什么来？拉在公屏上像雨水湿的呀。叫你来要自家钱。那么是要那些。你来要到里向买的了，经过菜的马来的一般菜，你家里想是不是想都成的，所以嘛也请你是要辛苦一趟噻，帮忙去口一口。哎，我当中要就叫我的，所以来请我了。这位是要的，总归是个人嘛，对啦。否则也不认得我的。好，我现在先走。客上绍兴市出来，是呀个中大户人都蛮生气。哎，要告诉两家的政策之余了，可能是呀。于是他既然就叫我了，应该出去的。所以要请大过来，两家的一帮团啊，人面对肉面了，蛮难啊，相骂过的。一见面了，看你张面孔蛮尴尬。跟乐队呀不活络，后来不给面子呢，主动来招呼呢上吧。懂哦。杨林真的总有一点不好意思，那么看见绍兴人了，谁不差也谁，今朝也全力帮忙了，给客气的嘞，10里个力气的。这个老夫子前几天呐，下官多有冒犯。
哈哈，不要生气。笑我笑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本此为公事，我也希望哦，给张见得隆隆清爽。哎，是，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听见我那个故乡呀的女婿，到汉的吃药王官。是啊。跟我那个味道一捉进来。哎，下官不知道的。啊对。我糊涂人，我不晓得。哎，对，我晓得了，怕磨皮啊来不及。我三心里就是个地出卡用，来起的。哎，是，这个老胡子啊，老乡爷送来一张贡品啊，上面呢有一首诗这个故意的名字啊，在这张贡品上这个老胡子啊，辛苦你了，看看。这个。我来的辰光得想看一看，我现在想想啦，我5月自家看，但是看嘛一定看不懂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要想，讲他是读书人，知呀书呀，真心用功。对。10年创下，一个结果呢，做到襄阳。对。我认为我也是读书人。还是10年创下码头苦管。我的10年书的结果啊，一个施压，一个10年书襄阳，同样的牙了，差成太多的。那么就像小小的施压嘛，那个看得懂襄阳的金色文章。阿祖看，高子拉住，老夫子啊。别客气啦，你是好学问，下官是知道的。请看，一定要我可么斗胆的，放肆的。什么话？可两个事情不听。真然是有个主管，都觉得那个到底不办的。这种事可让人惊人得失。我念出来大家研究。好。上的诗句。秘密容身10万起啊，花开花落中年。茫然高洁名有谁？某月公开几特意。秘密容身10万起，花开花落中年。老夫子，这个故意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夫子，叫什么？这个老夫子叫什么？老夫子。哎呀，我让动脑筋，我这个都我哪动得出脑筋？我要看我自家看的。诗句哎，不是3字经哎。对。总像诗句老的我插心思的，动脑筋的，伤身体的。可是看上去开出光子了。我说来呀，送参汤。那是拍毛皮送参汤。3新人读一遍，浪一遍，书声朗朗，看不对，秋，到房屋走太阳月。从你读书人动脑筋，走出来。干嘛要有本事啊？走出来啊！不本事看出他不来是道。3新4年3人工作不错，过来呢还写得比较夫妻式，不要过纹身农家给大地方过。3新4年都是下午来挨特呀。3句里下名字林子文。俺们举师方林子文，想不通。林子文中地，我穷到底上工啊！高顶人的农那搞不上工呢？那么自家口中中2百，谁说自家口中？过了农不要搞不上我上工。那么林子文他在高顶人的农人，身家过去的家庄嘛，一刷吃不光。我去打口给不给呀？我你穷得了路费拉拉呀！袋子啊，最3只家组队来打个呀，那手头就。再说林子文的女人，我去过面的，我去打口调查了，姓陆叫陆胜真，一个是姓高，为要么激怒，这光了
若是不真相貌不错，稳重大方，还会有种可能性。万一比如一比下我来，确认领之人，那么是心人心定。本来个庄屋子难办的，虽然我遇到帮领之人忙，人家姑姑相，至于要投资庄，不晓得个庄屋子还弄得起，哪是多的？对杨定真忙忙，那么呢身过了发财吧？我看那个对啊和大我落了海。让老子个张公皮，看看啊开心，看看啊笑，真的是我真的。是我真的，喜如欢啊，再不了那林子门。那位破地上，对呀，啥叫啥并不，你才不管他。那么的是对杨林真妈妈，嘿嘿，你都狼狈为己吧。一个真能凶手，一个文上度量，发忙的到要帮发上。叫害人害己，高下的饭家人，真不要息怒，开心得不得了。那么对你妈妈，那么哎呀娘去洗，呢，不光不得去，娘呢白杀之灵，资本到个辰光固定人出场。我看多少年，啥新人想法做新改啊！还要想外居呢，希望来了，苗头不对了，马上走风。我们讲不难听，你那你们太张口，得丞相府负荆青山，名号报得了，我不要弄松的。那啥新人，心都开阔，良心也蛮好。哎，这我用不上，报复不上的，那么代替妈妈，懂我？老夫子，我想得是不是对了？本次在研究。好。第一句叫明明重生10万起。我听听见，这第一句不是啥个意思？名字介绍。明明重生10万起起。这10多万零，10多万零，我想的双木林。花开花落中年年，今年开花节，明年希望要开花，希望年年开花，搿么丁要紧，里头有籽的，楼子籽了，年年好下种，高级明年。不错不错。我想个字，
第三句莽上有谁啊？莽上嘛就是莽上君。哦，对。莽上君清高个吉林个。人三十戏子交关年数嘛，讲起来侪晓得个，名有山，名字啊，至今有山。搿莽上君不是姓莽了，叫上君。莽上君姓狄，对名的文章之分，莽上君叫狄文，叫田文。名有山嘛，就是对名的分了。所以这个姓可以改掉，所以我第三句是要用一个分。每一句某月公开皆特意，哪只公开某月皆特意，搿句皆特意跟第三的，搿就是放出去的意思。我们向林子文放什么？林子文？只有我到微里向后做三星，但是你身边来这个兄弟，听见林子文了。对陕西你妈妈，这个陕西出来是得去个，错卡个，身心里三股强了。未来为去做啥子项目？谁是为之林子文个啥儿子？我们也陪你们也发，是你猜起来。那一天来先要来一张公币，公要名字让李先厉害我问你，却没事的呀。不知那不里切过里飞女，不过里飞母们，这个林子文三个字啦，开了个实力性。那么见我几个事情么噻？我林子文发出去，放一不还随随便便放，也甚大谁不服谁？那么林子文是把兄弟相夫，来先要非来谁当的？是现在上不上？俺是我当神仙了，龙虾我上宫那种女婿呀，那个不正宗混账，必得苏买起他们修都一代起他，一女不太好了，并不发也来人当我的呀。送子那银子，见你白沙林子文，你夫人释放，那是两米加公门，我是个加说娘的肚子。我有现在给他弟妹杨定春，但是个福民后让爹上来的，可是面孔妹妹叫让张红们，放我老在。想不到啊，人家听那个事情啦，老夫子啊，什么？林子文。林子文啊，堂堂相爷，他的女婿姑爷是个长工啊，有这样的事吗？啊，东王叫君王上有草啊，亲啊，有这句话，可是没有这样的事啊。老夫子啊，下官是知道的，说不定林子文是你的亲戚还是朋友，那你就要说我手下留情。但是你不应该用这样的阴谋诡计呀！这个气嘛真生气啊！是我用阴谋诡计，那么代理妈妈是做事不可啊！好了，我虽然我没啥代理人，你懂得迷魂这个心了还好，那聪明哦，我的阴谋诡计把我戳穿了。当然啊。给我好的，不谈的，到此完毕了。譬如不听见好，给你希望喏，到林子文顺顺利利一刀两断。老夫子啊，我一定把他一刀两断。一定，好。这个辰光兵部副官接侬在，提拔侬四品王当在升官发财。当然了，你看我升官发财。发财，发财，发到官财了。什么话？两高的马里盘讲呀，根本理我来的他们，我会再说。陕西是要讲公平，杨定真不相信。因为你跟我一个大的呀，你看我升官发财你难过呀，哈起到不哈凉，如果临时问出，讲我想不通。公过了个农家不实干中的上工，你真的当我杨定真胸无地脉，搿点到底领得起，当然不相信。是要嘛气愤，往气要往里一跑的，那么杨定真自家弄了就。
肚皮里向不合适，想不到路想不出，顶顶简单办法，拿林子文叫出来谈谈。你阿人得过顶人，神仙得来啥个关系？搿点味道本人得里谈嘛？还有，自古过来的女婿干，那么龙门要跳，鬼洞要走，没啥太大。举下来得里磕头拜山，哎，牛桌头最是吃一顿，得里屁屁红，密密麻麻送礼做戏。我丞相父亲在，但兄弟们这样做兵部公子，屁股的玉带固定人，还要怎么样？根本我们中国嘛个味道。后句闲话说，林子文的固定人风马牛毫不相关，对吧？没啥客气。今年上今年后事是不过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呀，兵部府猜得了，猜出来。搿么今朝没啥客气，就拿林子文三靠我定了别人杀人凶手，关键的关键就是那阿人的固定人，决定了。那么关照幸福当差高升，来等我2岁准备。一方面厨房间里向准备最菜，啊，另一方面呢，端正各种言语。屏风白玉欧巴，我拿林子文请出来谈谈。如果他是女婿，我排在大家聚过来磕头；如果不是个，我马上冲出来，花厅盖大闹，用尽各种言语嘛，要叫你招人看功。慢慢叫兵部府里向一上，大家有得分。好，一切人登山是，对吧？那么关着北房里向去打。而且要态度不客气，那天旁观公过那个女婿不得了啊！来，那么努力大刀给他花厅了，杨定正义这张面孔笑嘻嘻，蛮红柔些，当场要进宫来。林子文，是。都来要听来谈谈，那来要来了。林子文鬼子亮一听，心里想就是觉得不得了。但是对自家却有话不是，像我那屋里向，勤勤恳恳的杀起米枪都是。我给那里向吃故事可是高兴人家哪个？现在听见一大吵事，只有个客气的嘞，花厅相亲，那我是啥客气？对着，跟你打老百姓都大能公道，叫众农难为呀。你三个林子文有话给打一个战后嘛，大概要弄个发财。一会说对，杨林真送下来的，你过来谢谢。林子文眼睛在天不上去，小人林子文科技大不饶矣。送来了，出来，这个。林子文，是小李，清楚吗？啊，我也清楚了，这个客气呀，更是看上去是流言发怒。大老一身上哪有小人的所为？有话去谈，哪有不作之理呀？清楚吗？是指多谢有礼。他一边人快乐，林子文听清楚啊，听楚。是。这个本仙请你出来，没有事嘛，我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不是本地人，你怎么到我们昆山来？啊？哦哟，一本之今黑龙出来都是富裕者，我啥地方人还会得在昆山嘞？大概富裕两句嘛，还放我出去，大了你用兵。
我向甄夫人住过人家的。我妻一日病家女，中的人家那么你怎么到昆山来的？这位家乡离别在头城，离不须人来后。那么别的地方不好去吗？这位渔民是到昆山来，我想昆山一定有你的亲戚朋友吧？大老爷，我不听都大雨，最不听下雨都人没有亲戚朋友的？是。那么你们到了昆山之后，甄夫人就是你老婆啊，又没有这个继命亲，又没有干扰之的。这个至于过哈天大伯不出来那门地上，门口高些，还有几条的，不会。跟那罗守正人家这样一个几条嘛，领子的哪会都不写的，哪会都写的。三个出三清明节，人子几条之余，我来马上吃自己。是不是要来不及讲不了老人听？林子人一点也不写，你那门里边来了是不是？啊！大老爷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现在的神狗局，黑天心呼罗，不知情来一日。下君上天花山的天，在风送配合雨神。没有的。是。晓得不喂？我们有心大地的明显的，老实讲呢，固定人不认得么个定期要呢死，认得么个学了，出镜头得不得了了。我们昆山固定人谭师爷，是你什么亲啊？啊？没那么重要，这固定人是我啥个亲？这个至于我妈妈是个来发我人的孩子，固定人嘛根本等不他搞，那我们这个啥个亲戚嘞？啊，行，大老爷，那一天当着不太死，要知道。什么亲？他我
对。我做不认识。是。不要骗人呐！真的不认识的呀。我希望你再想一想。遇上这样的家是到哪里去了？你恐马上亮亮。来，杀人凶手怎么坐在上边？秀出来！我就把那个吃了吃完的事情说了也死垮了。就。林子啊，跟漏洞呀，拿米红一杯子一杯的，是对一米鱼买了1米5的买的呢，立起来的。出来，你要上去，两边当着哇出来，两边3列，花厅该打仗，啥地不都打仗？老百姓呢过公道的，不管个四面各站，花厅随便用啥个私营，老百姓不看见。今朝就要来死。邻居们，本县今天带你出来，别的事根本没有。为什么修大刚刀将兵部老张旁一刀响命，在本县堂面上老实招供，否则的说话当刑的厉害。那么林子文写的，对得起来的只有不妈妈呢，那样是对是个土长官。为啥也没有？古代人们安宁的，俺是啥个清楚？我写的个古代人大把在写的是清楚，而且是昆山人。你张虎反认得古代人确实不起，是为谁来不门后？一来写的父亲们，也想我出当圣者。杜大夫不做不听，假使你不这么大应是去，根本杨林正啊杨林正，你现在也想不听老乡用引发出当圣者们，跟我林子人打入俺胡子，谁对付为这户，想得个他们好子。大不然下不林子文内子有王的，并不公子冒起后，谁从谁亲民之调戏我家娘子落手中，被我未来开几个将他痛打一顿，他能水神怒四杀张房，抛尸以后，事情要我掌握，早是师母啊！一盘忽悠了你啊！毛少以这么大的身份，怎么调笑你的老婆啊？乡绅妇女啊？啊，你的老婆又不是世事为文，又不是月里常我下饭，又不是小心心，又不是不娘娘。那谁的不娘娘子出来，这不得搞的？是公了。有意，那么用的，上夹棍靠屁股，甚至于刚正屁股上说，不离离鼓手指，才做到了。林子文不走了，不走不昏君。那么说了呀，是俺龙我去的世界，当地错改还有谁改？那么中国兵部副参要中国作弊的呀。那么城里后里又不懂得的，我个设置么还是呀？三个水银么水的呀？那么看过么？你还娘让个地地进去还是？中国作弊，只有个经济答应得了。那么等到林子文送进，打给了上了上府的一个考，林子文已经是万人真凶了。各桩事体杨林真是告一段落，兵部夫妻报信，分事一天等做好，绍兴人到才是满一幕，还不要去纠结绍兴人做啥个分事了，书本上空下一笑。那么的分事竞争，真这样做来杀你个头。那么杨定真想这个事体没解决呢，林子文携带的固定人没关系的，心定的。那么固定人的女婿杀人分解决，耶？到哪里去请相声？那么真的有本事的人来，满人风雨阿死去干，实际的堂堂只有姑娘娘才不懂，分化不懂，也是个结办法。我心里想相信，中国那个女婿如果到俺们里吃到公司，肯定花公司啊，还是不要多吃早。我在等人家争风吃醋，是啥个事体做进来了？那么关照再引家头，
归进衙门来，还有一句话人数一数共中17个，各地各省当乡当争风吃之外，干嘛事情？这万人统统等我放光，17个万人才放光，还等不送大无忌。那么呢，就讲个17个当中，终于一个公丁生的女婿。12年来嘛，新的1年、2年、3年，3天一个，丞相府刚好啊，3天一个啊，要听外人来个。那么公丁人呢，公丁人的同生人，南京朝纲众多个兄弟，到昆山来告诉郭太师。浙江省前山固有7%-80%在偷，7天偷过，抢先海棠事体，不可将拨下来银子都4分，但是多少了？公丁人听见气昏。那么到底罗里2个亲姑，罗里一批是温姑，那么公国了亲自动身，要到浙江去索查，处理桩体。公国老爸们，老夫人带你忙忙相邀，预先也分放来，你那一辈子是重大事体必须要报。那么公也放心，公批起的呀。那么娘家有种掉落的路，按照我个女婿有望了，至于管带子这样头发白杀的呀，没地方可能的事体。公国老蛮灵性，那个叮嘱搞笑的，等到女婿放出来之后呀，都流离失退个时期。等我浙江回出来呢，你翁西为是意了，不要放到马上回想我，咁他是吧？那么3天一个吧，不新鲜，老手真500万把人们娘了呀！老夫人想不要来了，我来他讲公平，阿倒希望我自家老头子个公平他死去，因为蒙古了中国说个丞相会着别江川各样名字的。于是讲让都女人的，那么呢，夫人想这个，我来他是去特别去，这个把握的，一看娘的谁都是明知的，个妹妹叫老头子不好埋怨我，实际上人家告诉我分告诉啊，我还是失去啊，不过我个文化不得高啊，因为我干嘛还要做宰相的啊，那么比女宰相的啊，是吧？实际上想等于告诉只有各样名字。那么了，中国第2张公批让俺们，只有国人女这来么爱他，心里想很多姑娘我放个人啊，但是现在听外有什么分放呀？那么一个讲我放他17个得来，大概呢，你都个姑娘了，差子来我们，不管马上走起，恐怕吃麻子，要么朋友我的等退天。那么留下来呢，太多呢，太多么只要讲35天。那么你们公司们忙，为人民为自家领资本的事体，那么人民关系也主动的事情，我慎重对待的。所以嘛，到现在你这个公家名字还分研究出啊，提起到领资本们老中国也们，搿不是现在呢？说现在嘛，不过融资盈余呀，你才造出来啊，分数啊竞争的，真这样做来嘛，可以啥的，牢牢的跳起来，大家没啥都讲的呢。别外懂不懂？好说出去报信啊！老老的不追，第2张公批们来了，那么只有心里想想，来，有请师爷。叔叔，相公片。相公片。都来要收走啊！上一组相公片，弄得来吃相摸了些过去，每组也去听你们来为人的呀。他胡说八道啊！说邻居们是太师爷的女婿吗？哎，邻居们本人不认识太师爷的。哎，是过。现在我再叫他相骗，我看看有没有这个脸皮呀、再抢林子文3个字。这个要弄家里，谢谢你。对，我来去听啊，带你下嘛，是呀。小心是呀，才晓得，你都用事业，分下去了。本来我们应该同身上头去告状了，你到哪里办嘛？我为林子文申诉。那么上次公批上下来，林子文出了公国了，我不得保的，
丞相到俺们来审问的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证人，我要控告拘了，我说好不好听？哎呀，俺们老实讲，我们再隔几日苗的，如果几日苗的并我来丞相府里不同人再跑，要自家相信自家，做信我想说你，还不一定的呀，是不是心事重重？现在看见个当差领班叫高升。杨林镇的新夫人用私营在这里想出来，是科技自己出去。高升，这个是呀，怎么来呀？雨听，说见的。那相府里向这个来中国啊，也送得来一啥贡品，说是来夫人贵州送得来的，也可以去讲贡品噻。那一见到林志颖私营考当却当成招的，想出来很有意思的。那动手，上革兵靠大板，白头里管扫帚，屁股上靠光针。这个是呀，跟我们的来法呀，都来要规则的呀，各种隐语侪是我创造发明。不，我好多奖金的。那是鼓掌给。那现在怎么来的？啊，现在。那得要去的，要去看一看，因为我自家心不定。我不但认为林志颖确实过过了，眼眼的发批评。那么我们上头不去干上，等那个他空等，林若叫林志颖有人海底杀队，出啥名堂？决定去。这张公批看下来，成就林志颖的，那么我心定。等那个他们去杀的，事业嘛不做了，善心嘛不起来，是的。等了昆山开上房的，吃财房吃饱的。我等了等了，他是生个庄务子，我要到达。真正不要去，哪个出来？大到听到看见面孔就出气了两个。这一想红兵，我们等你好聚好散的，你们迟早的把公定人杀他。你们是西人，我们是活人。我上帝为你受气人，实干一想，到小西西，俺们一趟的客客气气的，懂啊？杨丁这面孔比谁牛头些？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，请坐。今天相府里头，老夫人派人呐送来一张贡品啊。又要这个请老夫子看见没看啦？相府姑爷的名字叫什么？哈哈，辛苦你啦！实在了，不看了，大家好聚好散；看看了，大家够互养。我讲的我们都不相信的啊，那么也要真真吵吵，也要我们摸摸绍兴人，我也要摸摸中山人。你摸腿上来，绍兴人去是得行。这个老夫子，你看看叫什么名字啊？女人必酒。老夫人写的。哦哟，那是清清爽爽。林志文榜，并队双字幕，双目为零，花开花结局，清爽一个字。考试三场必，考试三场必嘛，看问题，啥人问题好？第一名嘛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对，考试三场必分。开龙你要是非，通都开掉龙了，让它掉飞出去，这清清爽爽。笃定的，说明我第一张分量高政府用不上我板子铺盖上头去盖上，干什么？我把离开盖大了，等那盖大要去杀个。好，这呢不必看的，我不看晓得。百日林志颖，我们不会相信啊！还是林志颖啊！我第一张讲的林志颖，当着第二张成就林志颖，不可能固定人的女婿日日叫人个，那个那不你等得来2年的出来？那么我们不相信的，我嘛心里头要气个，不要信项目的，是的，不必赞叹的，好聚好散。我嘛最近身体也不好，年纪嘛大的，有玩有急。什么？灵清高明。不是把面孔塞到了俺们里向在，
哎，自家也追，根本亚林之家没害我，累得里头爬用啥子？我林子的你去努力去打人噻，你耍的你追没你追？非得让我随便讲，哎，老夫子啊，怎么就要走了？对。什么时候走啊？现在这个。我上去的上去给，你来日子，妈妈就不该滚来，你说好，现在就走，所以操心啊。绍兴才是外围去。什么？我想昆山不想一枪。为非得害你。去南方去保卫了啊！做什么？我不要看看我那个多林志颖一刀两断。好，老夫子，那么我一定把林子文这么一刀两断。到那一天金香回来呀，我跟你法场相见。法场见面。好，这个我一定到法场来。哎，你要来呀？虽然不可，你看啊，要来我要来。杀林子文啊！当着，那么总算做那是朋友。法场了嘛，还没一趟，我那个好不来。好，这个上林八子我要来，要打点来我啊。干什么？哎，我烧点灯哦。也是一夸子在心里手里去，真是混账。再问，等，回到西亚王呢就不改。新不动了，这小狼跟了小狼，哎，你就不该拒绝，思想离离开我们，记得西亚的做来，没好，不做来的做，人长一口气，是呀，来追我光是去的，跟你来追，跟我现在的做事体呢，工地也发挥出来，工地我飞，哎，我只要吃可以来，哎，别客气，好，就那等我开着来嘛好。你俺不是为了心啊！哎，我还要看林志明，伊讲杀本我看，杜她是个女婿，那个杀得掉。对不对？我要看伊，那个到林志明一刀两断。你看，这个去开张房间我开张房间啊，徐来王七宝呗。是对。昆山动地，昆山用。对个是呀，土地是要用出来呀。吃光顺手。那开商店嘛。我搞生意不好。搞生意，这个老板是绍兴人。我懂些。我这里讲四亚开了。四亚开，我这里讲清爽是上房间。上房间了。你不要讲清爽，因为侬是这个讲清爽两样。讲到上房间了，你有位个当亲戚了。意思嘛。你们怎么样？我去这个开始北方向来北方三个房间开一张，上两家子小意是那个可还可上头房间家里多，上北房间稍微便宜说是上北房间店铺嘛的店铺。上北房间店铺。上北房间别去讲你三个人怎么店铺不来？两个人干么啥子的？一个侬地板高头滚来滚去开心呀算了，那没事你，没事。意思嘛？绍兴四亚顶级书房是来房700-800个，法场上向四亚废物大出风队个。不晓得哪个打，不仅也不晓得，那么人不出真相，莫内无辜喷水，他这让不认得我的。好，我现在先走可上绍兴市出来，是那个中大个人都没上去，要告诉两家的政策之余呢，可能是呀。于是他既然就讲我应该出去的，所以要请打过来，两家的一帮队人面对肉面了，没难相马过来，一见面了，看你张面孔没尴尬，跟肉队不活络，后来不给面子呢，主动来招呼呢上吧，懂我？杨林真的真的一点不好意思。那么看见绍兴人了，谁不差也谁，今朝也全力帮忙了，给客气的嘞，10里个力气的。这个老夫子前几天下官多有冒犯，不要生气。笑我。请坐。本次为公事，我也希望这张演的隆隆清爽。是。请坐。请坐。听见我那个故乡养的女婿到杭州吃药王冠。是跟我那个味道一捉进来。下官不知道的。对，
我糊涂人都不晓得。哎，对，我晓得是怕磨皮啊来不及。我三心里就是个地出卡用，来起的。哎，是，这个老胡子啊，老乡爷送来一张贡品啊，上面呢有一首诗这个姑爷的名字啊，在这张贡品上这个老胡子啊，辛苦你了，看看。这个，我来的辰光得想看一看。我现在想想啦，我5月自家看，但是看嘛一定看不懂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要想，他是读书人，知呀识呀，尽心用功。对。10年创下，一个结果呢，做到像呀。对。我认为我也是读书人。还是10年创下，码头苦过。我的10年书的结果啊，一个是呀，一个10年书像呀，同样的牙了，差成太多的。那么就像小小的死呀嘛，那个看得懂像呀的金色文章。阿祖卡，高子拉住，老夫子啊。别客气啦，你是好学问，下本是知道的。请看，一定要我可么斗胆的，放肆的。什么话？可两个事情不听。真然是有个祖国，都觉得那个到底不办的这种事可让人惊人得失。我念出来大家研究。好。上的诗句。秘密容身10万起啊，花开花落中年。茫然高洁名有谁？某月公开几特意。秘密容身10万起，花开花落中年。这个老夫子，这个姑爷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夫子，叫什么？这个老夫子叫什么？老夫子。我让动脑筋，我这个都我哪动得出脑筋？我要看我自家看的。诗句不是3字经对。总像诗句老的我插心思的，动脑筋的，伤身体的。可是看上去开出光子了，我说来呀，送参汤。那是怕磨皮送参汤。3新人读一遍，朗一遍，书声朗朗，看不对，秋，到房屋走太阳月。从你读书人动脑筋，走出来。干嘛要有本事啊？走出来啊！不本事看出他不来。这个请问关心大名。名字们呢，在那公批之中，诗句之内，请了一相差。这不讲个名堂之下，3个字要有消息来，真相再三叮嘱，如果确实犯罪，以正大明国法，就不能行事作弊。喳，那么牢的告我退了。一方面送客，送过去，那么杨定正接上。固定人公批4句诗，这不也名字上底下，你哪弄得懂？你在哪里笑吗？分析。本仙看见你在笑。分析我不是这样的了，把别写分析过。你就是取笑我啊！看不懂。我懂了呀，你要是懂了啥个，我不哪个写你哪是分析这个分析呀？你晓得意思我懂了，不过你能够笑，就说明你还看得懂，那就是说我老爷还不如你。我这个意思啊，没有关系嘛，你念出来能够讲清楚嘛。我不怪你，还要重重有赏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我不是这个呀。混蛋！不是事，好到这里当差吗？根本比人家不是这个一种来要的。放屁！气王不拉倒。哎呀，东来呀，你顶来我不用让的呀，跟我不是事了，你别来这有啥用啊的？你个不喊我问，跟你不去顶来的。
丁亮我，哎呀，谢我。怎么？衙门之中还有博古通今的人？是呀，好文啊！那个是呀，为林子文的事体，等我人想摸过的，我并不服兔子装不你摸得了，两家的潘家不理睬。哎，为了这林子文的事，他跟我争吵了。跟你才羡慕了。不理不睬了。我老旁边听下来。就是嘛。没晓得你讲，我知道是你妈也当三当的，还是这羡慕没来就过去。只有原因抽手的，我们来去听。那么你一定要举荐厉害呀，非这狗要3个地方放弃，那他是得来寻找那个数字问，路上之问。没办法，我问明白，在他们的狗正骨不低头呢，就叫你找客气。好吧，那么本县就有请。啊，那么我们来去听啊。好。在里向书房给你们看见师爷了还吃肉，先洗洗张面孔。这个师爷，来要了那不听，与夜日相亲。为领资本庄务之绍兴人这么气愤，说得关照呢，希望呢做个亲姑啊，批批头状，突不是，心里想跟着，哎，那既是到领资本办么个经济上的去搞呢？这现在有事相说，老爷有事相说。是呀是呀。阿位杨林生听完我不白领资本的阿位所见的。那顾相府派个来中过来，送一张贡品，就啥是相府狗咬了让你妈们里下去有话故事。哎。故乡呀个女婿啊，是呀，到行头吃冤枉官司，为了给了人家吃冤枉官司呀。先听上，那个老爷抽上来，抽上了也哭出来怕呗。那么姑爷姓啥叫啥？姓啥叫什么？拉在公屏上像雨水湿的呀。叫你来要自家钱。那么是要那些的。你来要到里向买的了，经过菜的马来的一般菜，你家里想是不是想得成的？所以嘛，也请你是要辛苦一趟再帮帮忙去口一口。哎，我当中要就叫我的，所以来请我了。这位是要的，总归是个人吧？对啦。古定人听技能落手真实，姑娘林子们啊，确实有望。那么下张公批，里向4句诗，林子们的名字呢按上里向，有望当然归着释放了，将老中国送到俺们去。那么少几古定人不简单的讲清爽。我不过女婿们林子呢，还是比当的。一来，首饰，昆山只有杨林镇啊，但是9辈出身，我还来不及调查了。如果9辈出身呢，胸无底没了，但是给他中国啊，也还老百姓。公批下的数据并不深，比较浅。如果呢想不出呢，说明呢不自家做过，做一个桩事体呢，还要努力出头的。另外呢，讲清爽林子文啊，恐怕传出去啊，影响不大好，所以比较人家土道。老中国觉得脑子东家公批，匆匆忙忙出人相府，却只为对直到昆山有衙门。个老中国了，等于个经常对外出场的，一般当场在宿舍里，来的笑嘻嘻打上来，小兄弟，们让你可相互中国，人有汉，大家都里美女了。哎呀，来帮帮，兄弟，那现在有空大家那边来追追呀。有啥个空呢？
奉东人之命，北访你家老爷。哦，你看你都来呀的。是啊。我呢，稍微收拾下。好。我马上去通禀。好。带你下虎庭，哥哥兵，怎么来呀？给2年，心事重重，谁为林子文装物资啊？有个不得了，兵不服。马军的亚兵部年纪再像皇帝国王一样，我想芝麻老头过吃得香，关张我要白杀林子文。但这个绍兴人七干不识了。那么你老人家同理呢？税购1000两银子啊！办人林子文批购的为举起公众1万得了银子啊！我要提拔我四品王堂了，心里好处。但这个绍兴人警告我，啥加啥几日办林子文嘛，几日上头要去告我。马上要不误会我让你去告，还得算你身高头。各种规矩胆小，所以要怕赢了猜的，猜出我快的心所办，真的急杀人。唉，看上去只好冒冒风险办一起。那东南就听见报，干什么？怎么呀？啊？相府派人来。讲错了，兵部府派人来的，也来猜的，对不对？说错了，兵部府来人对不对啊？不对管，相府里像个主官来爸爸，不相符啊！哎，我认得管。新阿当，到昆山来做过出卖的啊！一面兵部府，一面为丞相府嘞，公堂是高老为向了昆山，啊为丞相府还有人命案子发生的，哪能够死得人公道？一桩结婚解决了。觉得面孔那个肉得对，不想。哎，太师爷吩咐来人了。哎，是呀。不得了。那么你知道有什么事呢？那么我现在总归事体了，总不记得空来忙忙你了。出我面头，剩下来忙忙我总不了。对。绍兴4年裁定工作不错，过来呢还下得比较夫妻式。不要过纹身、农家给大地方过。绍兴市要得是下下来挨特呀。3句里下名字，林子文，俺们举四方。林子文，想不通，林子文种地，我种到底上工啊！高顶人的农那搞不上工呢？那么自家口中种200，随算自家口中。哎，那么过了农不要搞不像我上工。那么林子文他在高顶人的农人，身家过去的高招嘛，一杀吃不光。我去打口个不个呀？我里穷得了路费拉拉呀！袋子啊，最3只脚组队来打个呀！那手头就再说林子文的女人，我见过面的，我去打口调查了，姓陆叫陆胜真，一个是姓高，阿伟要么激怒，哎，这讲了嘿，陆胜真相貌不错，稳重大方，阿伟有种可能性。万一比如一比讲下来，确实林子文那么绍兴人心定。本来个庄屋子难办个，虽然我遇到帮林子文忙，人家姑姑相，至于要投资庄，不晓得个庄屋子弄得起，哪是多的？对杨定珍忙，那么呢身故了发财吧？我看那个对啊和大我落了海，伢老子个长公平，看看啊开心，看看啊笑，真的是我真白呀！不了那林子文，淡淡。
固定人出道上，那位破地上，对呀，啥叫啥并不，你才不管他。那么定心，对杨林真妈妈，嘿嘿，你都狼狈为鸡吧。一个人真能雄雄，一个人上得了，发梦的到要帮发上，叫黑人黑气，高下的饭家人，真不要西门瞧。开心得不得了，这个有请啊！来，花厅相见。干嘛我知道不知道？有些停顿了，我还要说话嘞。这都没让你讲的啥子呀？不相符不得了啊！老中官老人家到，对过啊，太师爷的心腹人。是呀是呀。殷勤招待。当然。啊，这个不能得罪。怎么也不平忙，不可哪会去得罪你呢？就是说你要拍拍马屁。告诉吧，像哪位？注意啦！啊，是的。啊，那中国到清进来，只有过了第四一的人才，实在那用不上。真的，我们共相互来嘛，我中国第二的人，那古在的想要有志之民之父母，可怜十分殷勤。这一位。总管老人家，本县昆山县，我叫杨定珍，恭候兰溪。他这个志向有礼，大老爷，老奴到此，后老爷相迎，这杀老奴了。哪里？天，到底下松顶松手，只有到比你们这里不文化，那么啥事嘛要我客气。地官举动呢，要累累起来，向丞相请安。这个想必我们太师爷老人家这个佛体康泰，门大东家也来起来回答，相宜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三位夫人月体康泰，也要来起来了，最谋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京城的三位少爷身体康健，你那零零散散嘞，倒已经不难呗。何大兵好，请坐。这个老人家请到这里来，真是非常高兴。老人家来这个一句客气话忘记脱。心情我这个，奶奶嘛真是蓬荜生辉，想讲个句的，牛句想不成，那么到人家，这个老人家来也真是我这个墙上多了一点灰。老中国你句不成个句，那我来么的墙地方都得灰出来，都太拉屎出来的。莫名其妙，大老爷，你讲述什么啊？这个我就是这个客气的说话。那请问这个老人家也有什么公事吗？在那没啥都非，公批拿出来，沈祥明老奴送来公批一纸，都是为我家的故意，在你衙门之中。吃了有缺的官司啊！这么真心讲。第三个手部之国拿去啊，拿到尼泊张国为止，还是固定人的女婿还轮到我衙门吃冤枉官司的，我不要死的，弥撒两样，怎么有这种事？哎呀，真是我这该完事了。这个请问孤言关心大名。这个本县人立刻释放，一想个中国了，作为中清官的，听见公国了，律师马上释放，人家问心啥叫啥犯第啥个噻？你做新的犯法呢？犯法，大老爷，
那与立即释放之理，亦要从中调查仔细，出入欲望，才能释放。亦须为了小后立法，那与立即释放之理呀？那说呀说干？对，说得对，说得对。那我这样想的，我想有太师爷的教导，相府的姑爷不会犯罪的，不可能犯罪的。那是我们犯罪，都是为我家的故意，在你衙门之中吃了有缺的官司啊！这这么真心讲。第三个手部之国难去啊，难到尼泊长国为止，还是固定人的女婿还轮到我衙门吃冤枉官司的，我不要死的。米三两呀，怎么有这种事？哎呀，真是我这该满死啊！这个请问姑爷关心大名，这个本县人立刻释放。一下个中国了，作为做清官的，听见公国了，律师马上释放，人家门心啥叫啥犯第啥个噻？你做新的犯法呢？犯法，大老爷，那与立即释放之理，亦要从中调查仔细。出入欲望，才能释放。亦须为了小后立法，那与立即释放之理呀？那说呀说干？对，说得对，说得对。那我这样想的，我想有太师爷的教导，相府的姑爷不会犯罪的，不可能犯罪的。那是我们犯罪。这个请问关心大名。明日们呢，要在公批之中，西居之内，请了一相差，各不家来门当一下。3个之内要有消息来，丞相再三叮嘱，如果确实犯罪，以正大明国法，就不能行事作弊。喳，那么牢牢的告我退了。一方面送卡，送过去，那么杨定正接上。固定人公批4句诗，各不衙名字上底下，你哪弄得懂？你在哪里笑吗？真些。本县看见你在笑。真些不你是哪里来了？把比谁真些过？你就是取笑我啊！这看不懂。我懂了呀，你要是懂了啥个？我们哪个些你哪是人些真个人些呀？你笑的意思我懂了，不过你能够笑，就说明你还看得懂，那就是说我老爷还不如你。我这个意思个，没有关系嘛，你念出来能够讲清楚嘛。我不怪你，还要重重有赏，好不好？怎么来呀？啊？怎么样？我不是的呀。混蛋！不是事，好到这里当差吗？根本比人家不是那种来呀！放屁！气疯不拉倒！哎呀，东来呀，你顶两个不用让的呀，跟我不是事了，你别来自己啥用啊的？你个不喊我们，跟你他去顶两里，顶两个，哎呀，谢我！怎么？衙门之中还有博古通今的人？是呀，喊我们啊！那个是呀，为林子本的事体跟我真相摸过的，我并不服投资长不你摸得了，两家的判价不理睬。哎，为了这林子本的事，他跟我争吵了。跟你才羡慕了。不理不睬了。我老把别听下来。就是嘛。没晓得你讲，我知道是对妈也当先当的，还是这羡慕没来才过去。只有人家出手的，我来去听。那么你一定要举荐厉害呀！非这公要3个地方放弃，那他是在谁那个？苏州哎，罗山州哎。没办法，我问明白，在他们的狗正骨不低头呢，就叫你找客气，好吧？那么本县就有请啊！根本我没去听啊！好，在里向书房给你们看见师爷了还吃肉。先洗洗张面孔，这个师爷，来要来了歌厅，与夜日相亲。为林资本庄务之绍兴人这么气愤，
守得规则呢，希望呢做个清官啊，披披头装，看不是，心里想跟了，哎，来几十多林子们白么个经济上头去搞呢，所以现在有事想说，老爷有事想说。是呀是呀。阿伟杨林是听话，我不白领之问的阿伟，所见的。那顾相府派个来中过来，送一张贡品。哎，这啥事？相府狗咬了，让你妈们里下去有话故事。哎，顾香娘的女婿啊。是呀。到杭州吃药王官司。为了给了里下去有话故事呀。谢地上。那个老爷抽上来，抽上了也哭出来怕呗。什么姑爷姓啥叫啥？姓啥介绍我来拉在公屏上像雨水湿一样。叫你来要自家钱。那么是要那些的，你来要到外地想买的了，经过菜了买来的一般菜，你家里钱是不当钱都成钱，所以嘛也听来是要辛苦一趟再帮帮忙去口一口。哎，我当中要就叫我的，所以来请我了。哎，这位是要的，总归是个人嘛，对啦。否则也不认得我的。好，我现在先走。啊。哎，客上小心水，出来是那个中大户人当面上去。哎，要告诉两家的政策之余呢，可能是呀。于是他既然就叫我了，应该出去的，所以要进打过来，两家的一帮队啊，人面对肉面了，没难啊，相马过来，一见面的，看你张面孔没尴尬，跟肉队啊不活络，好的，不给面子呢，主动来招呼那上吧，啊，懂哦。杨林真的真的一点不好意思。那么看见这些人了，谁不差也些，今朝也全力帮忙了，给客气的嘞，10里个力气的。这个老夫子前几天呐，下官多有冒犯，不要生气。笑我笑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本此为公事，我也希望哦，给张见的隆隆清爽。哎，是，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听见我那个故乡样的女婿到杭州吃药王官司。是啊，跟我那个味道一捉进来。哎，下官不知道的。啊对，我糊涂人都不晓得。哎，对。我晓得是怕毛皮啊来不及。我三心里就是个地图看有，来起的。哎，是，这个老夫子啊，老乡爷送了一张贡品啊。上面呢有一首诗，这个贵的名字啊，在这张贡品上。这个老夫子啊，辛苦你了，看看。这个，我来的辰光得想看一看，我现在想想啦，我5月自家看，但是看嘛一定看不懂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想，讲他是读书人，知呀书呀。真心用功，对10年创下，一个结果人做到襄阳，对，我认为我也是读书人，还是10年创下码头苦官，我的10年书的结果啊，一个施压，一个10年书襄阳。同样的牙了，差成太多的。那么就像小小的施压嘛，那个看得懂襄阳的金色文章。阿祖看，高子拉住，老夫子啊，别客气啦，你是好学问，下官是知道的。请看，一定要我看嘛，斗胆的，放肆的。什么话？看2个字经不听，真然是有个主管，都觉得那个到底不办的这种事可让人惊人得瑟。我念出来大家研究，好，
上的诗句。明明容身十万起啊，花开花落中年年。茫然高洁明有才，某月公开几体。明明容身十万起，花开花落中年年。这个姑爷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夫子，叫什么？这个老夫子叫什么？老夫子。哎呀，我让动脑筋，我这个都我哪动得出脑筋？我要看我自家看的。诗句哎，不是三字经哎。对。哦，总像诗句老的我出心思的，动脑筋的，伤身体的。可是看上去开出包子了，我说来呀，送参汤。那是拍毛皮送参汤。绍兴人读一遍，朗一遍，书声朗朗，看看不对，哦秋秋，读方步走走太阳月。从你读书人动脑筋嘛，走法走出来，干嘛要有本事啊，走出来啊！不本事看出他不来是的。绍兴四两人，才人功力不错，过来呢还写得比较夫妻式，不要过文生农家给大地方。绍兴市呀，都是下午来挨特呀。三句里下名字，林子文，俺们举四方。林子文，想不通。林子文种地，我种得到底上工啊！高顶人的农民那搞不上工呢？那么自家口中种200，谁说自家口中？哎，咁过来农不要搞不像我上工。那么林子文他在高顶人的农人，身家过去的家庄嘛，一杀吃不光。我去打口够个呀，我里穷得了路费拉拉呀，袋子啊最3只家猪队来打个呀，那手头就。再说林子文的女人，我见过面的，我去打口调查了，姓陆叫陆生真，一个是姓高，阿为要么基本，哎，这光了海，陆生真相貌不错，稳重大方，阿为有种可能性。万一比如一比讲下来，确实林子文那么绍兴人姓丁，本来个庄屋子难开的。虽然我在帮林子文忙，人家姑姑相，至于要投资庄，不晓得个庄户咋弄得起，哪是笃定？对杨定真忙，那么呢升官了发财吧？我看那个对啊和大话落了海，让老子个张公平，看看啊开心，看看啊笑，真的是我真白呀！
人出到上，那位破地上，对呀，啥叫啥兵部，你才不管他。那么定心，对杨林真妈妈，嘿嘿，你都狼狈为鸡吧。一个真人凶手，一个上日亮，发梦里的一帮发放，叫害人害己，高下的饭家人，真不要戏梦。开心得不得了，那么对你妈妈，那么哎呀娘继续，呢，不光不得去，娘呢白杀之灵之门到个辰光固定人出场，我看多少头，绍兴人想法做性改啊，哎呀想畏惧呢，希望来了，苗头不对了，马上走风。我们讲不难听，你那你们太张口，得丞相府负荆青山，名号报得了，我不要弄松的。那绍兴人心都开阔，良心也没。固定人。听济南落手真实，姑娘邻居们啊，确实欲望。那么下站公批，理想四句诗，邻居们的名字呢按上理想，欲望当然归着释放了，将老中国送到俺们去。那么少几固定人，不简单的讲清爽，我不过女婿们邻居们还是比当的。一来，首饰，昆山只有杨林镇啊，但是九百出身，我还来不及调查了。如果九百出身呢，胸无底没了，等了给他政府啊，也害老百姓。公批下的数据并不深，比较浅。如果呢想不出呢，啊，说明呢，不自家政府。作为一个桩事体呢，还要努力出头的。另外呢，讲清爽人之问啊，恐怕传出去啊，影响不大好，所以比较个人土道。老中国觉得脑子东家公批，匆匆忙忙出丞相府，却只为对直到昆山有衙门。个老中国呢，等于个经常对外出场。一般当场在宿舍里，来的笑嘻嘻打上来，小兄弟，们让你可相互中国，人有汉，大家都里美女了。哎呀，来宝爸，兄弟，那现在以后大家到里来追追呀。有啥个空呢？奉东人之命，北访你家老姨。哦，来看你怎么来呀？是啊。我呢，稍微熟悉下。好。我马上去通禀。好。大理下忽听，哥哥兵怎么来呀？跟两年，心事重重，谁为林子文装物资啊？有个不得了，兵部府。毛军的养兵部娘亲在像皇帝国王一样，我想祖母老头过吃得香，关咱们要白杀林子文。但这个绍兴人吃干不失了。那么你闹人家同理呢？税过1000两银子啊，办人林子文批过的为举起公众1万的了银子啊，为了提拔我四品王堂了，心里火火吹。但这个绍兴人警告我，啥叫啥几日办林子文嘛，几日上头要去告我。马上要不安慰我让你去告，他的算了，你身高头，搿总归有点胆小，所以要怕赢了菜的，菜出我快比新说办，真的急杀人。唉，看上去只好冒冒风险办一起，
啊，动脑筋听几报。干什么？大来呀！啊！相府怕人来。讲错了，兵部府怕人来的，也来猜的，对不对？说错了。兵部府来人对不对啊？不对管。相府啊，相府里像个中国来爸爸。不相符。哎，我认得管。新阿当，到昆山来中国出卖队啊！一面兵部府，一面为丞相府嘞，公讨是高老为向了昆山，啊为丞相府还有人民物资发生的，哪能够死得人公正？一张结婚交给了，这个面孔那个肉得对，不想。哎，太师爷吩咐来人了。哎是呀。不得了。那么你知道有什么事呢？那么我现在总归事体了，中府现在空来忙忙的嘞。出我面对，剩下来忙忙我总不了。对，这个有请啊。花厅相见。那么我最大不记得。有些停对了，我还要说话嘞。这都没让你讲的啥子呀？不相符不得了啊！老中官老人家到，对过。太师爷的新夫人。是呀。殷勤招待。当然。啊，这个不能得罪。这我也不平忙，不可哪会去得罪你呢？就是说你要怕磨皮。刚出吧，像哪位？注意啦！啊，是的。啊，来中国都听进来，只有过了第四一的人才，实在那用不着。真的，我们共相夫来嘛，我中国第二队呢。你古在的想要有志之民之父母，可里十分殷勤。这一位总管老人家，本县昆山县，我叫杨定珍，恭候来使。他这个志向有礼，大老爷，老奴到此，后老爷相迎，这杀老奴了。哪里？天，等下上庭送说。只有到比你们这里不文化，那么啥事嘛要我客气，这地官主动呢要来起来向丞相请安。这个想必我们太师爷老人家这个佛体慷慨，门大东家也来起来回答，相宜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三位夫人越体慷慨，也要立起来了。最谋好的，请坐。这个京城的三位少爷身体康健，你那零零散散嘞，倒有点不耐烦。何大平好，请坐。这个老人家请到这里来，真是非常高兴。老人家来，这个一句客气话忘记脱，心情我这个来来嘛，真是蓬荜生辉，像讲个句的，牛句想不成，那么到人家。这个老人家来也真是我这个墙上多了一点灰。老中国你举不出个句，那我来么的墙地上都点灰出来，我太拉稀出来的，莫名其妙。大老爷，你讲述什么啊？这个我就是这个客气的说法。那请问这个老人家也有什么公事吧？在那五沙豆腐公批拿出来，沈祥明老奴送来公批一纸。好啊，来，你们哪里大到给他花厅了？杨定真义这张面孔小兮兮，蛮红柔些，当场要进宫来。林子文，是。都那要听来来，那要了。林子文鬼子两一听，心里想就是觉得不得了，但是对于自家却有话不是，想我那屋里想，
勤勤恳恳们，杀起米枪都是。我给来的下吃故事，可是高兴人家哪个？现在听见大吵声，只有个客气的嘞，虎听相亲，那我是谁家客气？对着，跟着是大老百姓都大能公道，将众农难为呀。第三个林子本有话给，大一个丈夫们，大概要弄个房子，一块石头，杨定真送他了给，你过来谢嘻嘻。林子本眼睛在天幕上去，小人林子本可记大老爷。送脸了，出来，这个林子本，是小李，请坐吗？啊，我也请走了，谁敢客气呀？更是看上去是没眼发怒。大老爷身上哪有小人的所谓？有话取材，哪有不作之理呀？请坐吧。是子多谢月亮。他一边牛排肉，林子们请用坐用坐。是。这个本仙请你出来，没有事嘛，我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不是本地人，你怎么到我们昆山来？啊？哦哟，一本之间黑龙出来都是富裕贼，我啥地方人还会得在昆山嘞？大概富裕两去嘛，还放我出去。大老爷，用兵。我向甄夫人祝过人家的。我期待一日并家女，家比我却不明，我们是两个口花。还是中地人家那么你怎么到昆山来的？这位家乡离别在头城，离别不须人来后。那么别的地方不好去吗？这位渔民之到昆山来，我想昆山一定有你的亲戚朋友吧？大老爷，有风天都下雨。
没有亲戚朋友的。是。那么你们到了昆山之后，尊夫人就是你老婆啊，又没有这个记名亲，又没有干扰之量。这个至于我还才打不出来那门地上，门口高的，还有几点的，不会。跟那罗素镇人家是俺一个几点嘛，名字的哪我都不晓得，哪我都晓得。谁的出在清明节，人子几点之余，我来妈妈吃自己。是不是来不及讲不了老人听？林子人一点也不晓得，来那门里边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大老爷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现在与你神勾结，披听心呼落，不知情来一日情。先进山天花山的地，在中送配三与神。没有的。是。晓得了喂，我们预先投入的明显的，老实讲呢，固定人不认得么个定期要呢死，认得么个学了，出镜头得不得了了。我们昆山固定人谭师爷，是你什么亲啊？啊？那么重要？这固定人是有啥个亲？这个至于我妈妈是个人发后人的孩子，固定人嘛根本等不到个，那我们这个啥个亲戚嘞？啊，行，大老爷，那一片大山都太死。要局长。什么情？他无一人之下哎好，哎，这我用不上，报复不上的，那么代替妈妈，懂我？老夫子，我想得是不是对了？百次在研究。好。第一句叫明明重生十万起。我听见这样，这第一句不是啥个意思？名字介绍。明明重生是万万千千，叫十多万灵，十多万灵。我想个双木林。花开花落中年年，今年开花呢，明年希望要开花，希望年年开花，搿么顶要紧，里头有籽的，楼子籽了，年年好下种。高级名言，不错不错。我想个字。第三句盲人有谁啊？盲人嘛就是盲人君。哦，对。盲人君清高的、吉林的，人虽然戏子交关年数嘛，讲起来才晓得个名有谁？名字啊，至今有谁？可盲人君不是姓盲了，叫上君。盲人君姓狄，代名的文章之分，盲人君叫狄文。叫田文，名有谁嘛？就是代名的分了，所以这个心可以改掉，所以我第三句是要用一个分。每一句某月公开皆特业，那只公公开某月皆特业，搿句皆特一个连线的，搿就是放出去的意思。我们讲林子文放什么？林子文，至于我到米里向后做些行，但是你身边来这个兄弟，听见林子文嘛，对陕西你妈妈这个陕西出来是来去个，错卡个，身心里三股强了，为来为去至少才项目，谁是为之林子文的他儿子？我们也陪你们也放，是你猜起来。那一天来先要来一张公币，公要名字让里向，厉害我问你，吃没事的呀。不知那不里吃过里飞女，不过里飞母们，这个林子文三个字啦，开那个实力。那么见我几个事情么噻？我林子文发出去，放一个还谁被放？也生大，谁不服谁？那么林子文是把兄弟相扶，来先要非得承担的。
是现在什么噻？俺是我当神仙了，龙虾我上宫那种女婿呀，那个不正宗混账，必得苏满起他们修队给带起他。给你们不太好了，并不发言来人当我的呀。送子那银子，见你白沙林资本，你夫人释放，那是2米加公门，我才给我说娘的肚子。我又想到给他弟妹杨定真的是个福民后郎爹上来的，给上面哭妹妹叫让张红们，走我老仔。想不到啊，是刚听那个事情啦。老夫子啊，什么？哎，林子文。林子文啊，堂堂相爷，他的女婿姑爷是个长工啊，有这样的事吗？啊，东王叫君王上有草啊，亲啊。有这句话，可是没有这样的事啊。老夫子啊，下官是知道的，说不定林子文是你的亲戚还是朋友，那你就要说我手下留情。但是你不应该用这样的阴谋诡计呀！这个气嘛真生气啊！是我用阴谋诡计，那么代理妈妈是作死不可啊！好了，我最后没啥代理人，你懂得迷魂这个心了还？好，那聪明哦，我的阴谋诡计把我戳穿了。当然啊。给你好的，不谈的，到此完毕了。譬如不听见好，给你希望我到林志云神神理理一刀两断。老夫子啊，我一定把他一刀两断。一定，好。这个人讲兵不富贵见了噻，提把那四品王当噻升官发财。当然了，你看我升官发财。发财，发财，发到官财了。什么话？两高的忙里盘讲呀，根本理我来的他们，我为在身。这心思要讲公平，杨林真不相信。因为你跟我有疙瘩的呀，你看我升官发财，你难过呀。哈接到不哈凉，有个临时问题，讲的我想不通。过了个农家不实干用的上工，你真的当我杨林真胸无地脉，搿点到底领得起，当然不相信。是要嘛气婚，往气要往里一跑的。那么杨林真自家弄了就。肚皮里想不合适，想不到路想不出，定简单办法。拿林志文叫出来谈谈，你阿人得过定人，神仙得来啥个关系？这点味道本人得你谈嘛？还有，自古过来的女婿干，那么龙门要跳，鬼洞要走，没啥太谈。举下来得你磕头拜山，牛做的最是吃一顿，得你屁红，密密麻麻送你走去。我神相父亲的，但凶手这样做并不公平。屁股的原来固定人还要这么样，根本我们中国嘛个味道。换句闲话说，林志文的固定人风马牛毫不相关，对吧？没啥客气。既然绍兴后世是不过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呀，兵不服猜得了，猜出来，搿么今朝没啥客气。就拿林志文三靠我定了派人杀人于凶手，关键的关键就是那阿人的固定人。决定了。那么关照幸福当差高升，来等我2岁准备。一方面厨房间里向准备最菜，另一方面呢，端正各种言语，屏风关于安排。我拿林志文请出来谈谈，
如果她是女婿，我办在大家聚会来客头。如果不是个，我马上冲出来，法庭改大闹，用尽各种言语嘛，也叫你找人开工。慢慢叫兵部府里向一上，大家有得分。好，一切人登山西，对吧？那么怪在北房里向去打，而且要态度不客气。那天帮官跟过那个女婿不得了。